明仔载3月2日是世界水资源日，根据统计，全世界3个人都有一个无清气的水通好啉，所以世界电网会甲新德县的中正国中举办公益招标，要甲无来钱捐予非洲欠水地区。在非洲8岁10个囡仔，逐工返点就爱起床，行6公里路来到有水的所在，灌水返去厝内，这就是欠缺水资源地区的日常生活。今年度会在7个国家，我们会找水井，然后推动公共卫生的方案。那或者是有一些区域，它如果是有一些公共卫生设备的缺乏，我们会评估它的需要，然后再来评估是不是要做一个补充的动作。新德县中正国中这摆嘛透过招标6公里，让学生体验非洲囡仔灌水的辛苦过程，而且嘛募款合作非洲当地水源的开发。他们很辛苦，就是因为要喝一口水，然后要跑很远。都能体会到水资源的重要，而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这块宝地。了解水资源是人类共同的需要，所以每一滴水都是爱，我们要谨慎的使用。根据联合国统计，全世界有1/4的囡仔无清气水通好啉。世界电网会呼吁大家珍惜水资源，嘛对欠缺水资源的地区加一份关心。记者刘文和新德报道。